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，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就係呢一種 Ultra Flora Plus 600億益生菌啦。呢一個咧係營健體質管理嘅王牌產品嚟嘅。嗱，呢款益生菌咧絕對唔簡單㗎，佢唔單止可以平衡腸道嘅微生態啦，入邊仲有好多嘅低聚果糖，可以降低膽固醇啦，控制血糖啦，增強免疫力嘅，對腸道健康同埋整個嘅身體狀態咧有好大幫助㗎。嗱，我自己咧之前都食過一段時間嘅，好明顯覺得呢個腸胃好咗好多啦，消化系統咧都好咗好多。平時佢嘅市場價咧係要480蚊港幣嘅，今次咧呢一個嘅健康博覽優惠價，留意聽住150蚊一樽咋，係咪好抵呢？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，記得展會期間嚟到我哋攤位 L02搶購啦，約定你哋到時見。營健體質管理 Ultra Flora Plus 600億益生菌，呢支益生菌除咗可以平衡腸道微生態，由於含有低聚果糖帶嚟嘅天然益處，仲可以降低膽固醇，控制血糖，增強免疫力。現市場價格480港幣，健康博覽優惠價150港幣。